欣，你要上来唱最后一首歌吗？要，好，你赶快上来吧，跟大家说拜拜。会唱一起唱。星期天的下午，阳光变得太有温度，我们还在家里找不到去处，于是我们决定环岛旅行去吧，结果却找不到地图。星期天的下午，找不到地图的下午，最后和大富翁一起迷路，环岛旅行依旧，我赢了好多虚拟的幸福。其实你不会唱哦，只有几句。其实整天待在一起，就算是只能一起做梦，也没有不用勉强，没有关系。其实我也不是很在乎到底去哪里，只是想和你整天待在一起，就算是只玩无聊的游戏，我也不会介意。挥手啊，人家跟你们挥手。我要爆一个料，就是他今天知道跟我上台之后，他花了半个小时化妆，有没有看出来？画的比妈妈还要美。爸爸要干嘛？爸爸要假装他可以取代一个乐团，假装拿了一个对电吉他跟一个乐团这样。一人乐团。星期天的下午，阳光变得太有温度，我们赖在家里找不到去处，于是我们决定环岛旅行去吧，结果却找不到地图。星期天的下午，找不到地图的下午，最后和大富翁一起迷路，环岛旅行依旧，我赢了好多虚拟的幸福。其实我也不是很在乎到底去哪里，只是想和你整天待在一起，就算是只能一起做也没有。其实我也不是很在乎到底去哪里，只是想和你整天待在一起，就算是只玩无聊的游戏，我也不会介意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明天也让玩得很愉快。好，你要跟大家说谢谢，跟我们一起跟大家说谢谢，谢谢。